如果我而家問你，假設你有100萬現金，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好安全？大部分人都會答會，因為銀行戶口有100萬，總好過戶口得100蚊。但係今日我要同你講一個殘酷真相，其實你最大嘅風險唔係冇錢，而係你以為銀行戶口入面記數字代表財富。呢個觀念可能令好多人窮一世。你以為錢放銀行好安全，但實際上銀行可能係世界上最溫柔嘅財富殺手。佢唔會一次過搶走你嘅錢，佢只會每日偷少少，每年偷少少。10年後你先發現，點解我咁努力工作，但生活好似越來越貴？點解人工增加，但係仍然儲唔到錢？點解父母當年買樓好容易，而家年輕人連首期都冇？答案只有兩個字：通脹。今日呢，就我想帶大家了解一個控制全球經濟嘅隱形力量，佢冇聲音，冇樣貌，但係每日都影響緊你。呢個力量就叫通脹。好多人以為通脹就係物價上升，其實唔完全正確。物價上升只係結果，真正嘅原因係貨幣貶值。想象一下，有一條村本來只有1000蚊流通，村入面有100個麵包，平均一個麵包10蚊。突然有一日，政府印多1000蚊出嚟，但麵包數量冇增加，結果會發生咩事？大家手上寄錢多咗，但麵包冇變多，於是價格開始上升。一個麵包可能由10蚊變15蚊，甚至20蚊。你會覺得麵包貴咗，但實際上唔係麵包貴咗，而係錢平咗。呢個就係通脹嘅本質。如果你覺得通脹好抽象，我講個最簡單例子：香港茶餐廳，我細個時一碗餐蛋麵10幾蚊，而家可能50幾蚊。以前100蚊可以食好多嘢，而家100蚊可能只夠2個人飲杯咖啡。食物冇變，係貨幣購買力下降。最有趣嘅地方係，好多父母由細教仔女努力儲錢放銀行最安全，但如果你認真計數，你會發現銀行存款其實係慢性財富流失。例如銀行利率1%，通脹4%，你存100萬，1年後變101萬，表面上你好似賺咗10000蚊，但事實係原本100萬買到嘅嘢，一年後要104萬先買到。即係你實際上窮咗3萬，呢個叫負實際利率。好多發達國家過去10幾年都出現呢種情況，銀行俾你1%，通脹食你4%，你每年輸3%，而大部分人完全唔知道。更可怕，既係呢種損失唔係一次過，而係複利式發生。假設每年輸3%，10年後購買力可能蒸發超過25%，20年後甚至接近一半。退休人士最容易受到影響，因為佢哋以為自己有儲蓄，但實際上儲蓄正被時間慢慢吞噬。呢度就有個問題：如果通脹咁差，點解政府唔消滅佢？原因係現代經濟其實需要通脹。如果所有嘢都會越來越平，你今日會唔會買手機？大部分人唔會。如果樓價每年跌10%，你會唔會買樓？你可能繼續等。結果所有人都唔消費，企業賣唔出產品，工廠減產，失業增加，所以大部分央行都希望有少量通脹，通常目標係2%左右，目的係刺激消費、刺激投資、刺激借貸。問題係理論同現實永遠有距離，當印鈔太多，通脹就可能失控。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，2020年疫情之後，全球央行大量放水，數萬億美元流入市場。結果股票升、樓價升、黃金升、加密貨幣升，最後連雞蛋同牛油都升。你以為係商品變貴，其實係貨幣變平。呢個世界有個現象：富人愈富，窮人愈窮。背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通脹，因為富人持有資產，而窮人持有現金。富人買股票、買樓、買企業、買黃金。當貨幣貶值，資產價格自然上升，但窮人將錢放銀行，結果被通脹慢慢蠶食。巴菲特曾經講過一句說話：現金係最差嘅長期投資，原因唔係現金冇用，而係現金保證貶值。當然你需要現金，但現金應該係工具，而唔係終點。真正嘅財富來自資產。如果你知道通脹存在，下一步應該做咩？第一件事，建立緊急基金，準備3至6個月生活費。呢筆錢唔係投資，而係保命。第二件事，學習投資，唔一定股票，可以 ETF，可以優質企業，可以黃金，可以房地產。重點係擁有資產。
第三件事，提升自己收入能力，因為對抗通脹最快嘅方法唔係省錢，而係增加收入。如果你每年加薪10%，通脹4%，你仍然有6%嘅實際增長。第四件事，理解複利，每月持續投資10年、20年之後，結果往往遠超想象。最後，我想送大家一句說話：世界上最危險嘅事唔係貧窮，而係無知。如果你唔知道通脹存在，你會以為人生好正常，以為生活越來越辛苦係自己問題。但係當你明白貨幣、通脹、資產同複利，你會開始睇到世界另一面。銀行戶口記數字唔代表財富，真正記財富係你擁有記資產，係你記現金流，係你記知識，係你記能力。如果你今日明白咗通脹嘅本質，恭喜你，因為你已經超越大部分人。下一集投資理財全攻略，儲蓄 vs 投資。努力存錢，為何永遠追不上富人？我會同你拆解點解同樣收入嘅兩個人，10年後財富可以相差10倍以上。記得訂閱 Super Trader 華爾街狼人，我哋下一集見。